厝价愈去愈悬，对少年人来讲有经济负担，所以会选择买中古厝。薪水无讲足悬，买厝要欠钱有淡薄困难。当然嘛是介意爱全新的啦，毋过若无钱会使买中古的。即摆新厝拢3000起跳，中古厝的话1000以内就买会到看大细间，即摆一间涂骹坪的行情爱30几万。中古厝征收了后真清幽，甚至也可以当摕来开旅社，成交量增加3成。台南全市有71万活动建筑，30栋以上的就超过30万栋。考量到安全性，市府推出危险老旧建筑的重建计划，这次优待措施，安全初步评估补助2万2000块，厝税至少减12.5%。补贴我说，是开容的修行。奖励就针对建筑物的容积，减免的部分是针对税务。你在重建的之间，它是全部免税。那你盖完以后，它免税1/2。台南市这个历史街区以及古迹也非常的多，那其实也非常多的这个文化部的相关的补助经费，围绕重建的这补助跟经费其实依然都有存在。那也呼吁各项的这个市民朋友们都可以来去了解。截至到3月底，围闹中建案件总共有374件申请，也毋过无一定厝龄愈老就愈危险，有的厝超过50栋，也可比30万栋的厝较用。建筑师工会嘛成立辅导团，伫台南市内有57个工作站，会当提供民众来做评估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